不去，我忙得很。我说真的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啊。我也说真的，我很忙的。啊，好的，楠姐，记得洗碗啊。为什么又是我洗碗？我做饭你不洗碗啊？要洗。想吃什么呀？红烧肉。行，我去买菜。洗干净点啊。许南哥，开门！谁啊？谁让你们过来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没事别来往。住这么破的地方，敢说自己嫁给了霍总啊？许南哥，你当上诈骗犯啦？结婚证呢？你之前不让我看，拿出来，我要当面拆穿你的谎言。你们两个发什么神经啊？出去！你紧张什么？结婚证拿出来！你不仅仅伙同霍氏集团的人，就连你学校的导师你都骗呀！我跟你讲啊，我都摸清楚了，许南哥，你若真是霍太太嫁给了霍总，那你就把霍北燕找来，帮你逢凶化吉呀，是吧？我凭什么要把他找来啊？哟，来人了。霍总啊，霍总。我后妈，我妹妹。好，那坐吧。我买的菜够4人份的。不是我，哎，我什么时候说要留他们吃饭了？真的是霍总。霍总，你怎么跑到这么破的地方来住啊？是不是许南哥逼你的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教训他。我跟我老婆住哪儿，需要跟你们报备吗？呀，南哥呀，快喝点水，喝点水，睡一睡。你们继续，我去吃饭。许言，别没大没小的。骂什么骂？跟南哥学习学习。吃饭的时候你就得好好吃饭，是吧，南哥？你多吃点，看看呀，都瘦了。妈妈平时对你，我觉得这红烧肉挺好吃的。对你确实严格了一些啊。好吃多吃。哎，你们好吵啊！吃饭。妈，我委屈。委屈什么委屈？闭嘴吃你的饭。都说了你好吵。我要跟你说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我们家南哥呀，嫁给了霍家大少霍北燕。还有哪个霍家呀？还是有几个人敢姓霍的？我骗你干嘛？有什么好处啊？人夫妻俩感情好得很，城南的小出租屋里都乐意待。那是哪儿？那可是我们家南哥做研究时凿壁偷光、悬梁刺股、闭关的苦地方啊！好说好说的。你知不知道他们两个根本就没出海事啊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知道。我给你3个小时时间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。他们俩要是不回来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哎，老爷，3个小时。去啊！好，马上。老板夫人，你们俩就跟我回去吧。这老爷子刚刚交代了的。我不回去，我在这住的挺好的，回去干嘛？哎呀，老板，你是不知道，老爷子很生气。你要是不回去，我不好交代啊。不然你先回去，我等我爸气消了，我再回去。你想得美！你让我自己回去，你在这儿门儿都没有。要不然就一起回去，要不然谁都别回。商量呗。我就你俩干什么的？哎，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您刚才不是说3小时吗？这不还没到呢吗？你小子成不了事，还得我亲自来。爸，南哥，北燕，你瞧瞧，住在这种地方，多委屈自己啊！傻站着干嘛？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家住。委屈你了？床都没有你说呢。那你自己要收拾东西啊！我知道，你不爱住别住啊，谁让你住的？管我！
还在担心你弟呢。一切交给时间吧。接受我们结婚的事实需要时间，接受我们的相处需要时间，最后我们离婚，这会再一次揭开他的伤疤。这3重打击需要铺垫很久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，所以，我希望你先答应我，在时机合适之前，尽可能久地维持现状。要维持多久？你最多能接受多久？霍总，老夫人她发病了，快去看看吧。你冷静点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奶奶，李小姐，我是霍北燕，您看看我是北燕。你是谁呀？我不吃药，我不吃药。奶奶，我病好了。奶奶没事的，我们不吃药，没事儿，让我看一下。患者之所以会产生幻觉，是因为接触的模糊感官反应和记忆碎片产生了错误绑定。由于额叶功能受损，错误反应没有办法被识别和抑制。这2个药是没有问题的呀。来，奶奶，没事儿。这是干什么？水与肌肤的大面积接触可以迅速降温。下雨，刮风下雨。对，下过雨之后，彩虹就会出现啦。好啊，没彩虹啊。幻觉的原因还不清楚，但是诱导幻觉走向是有效果的。你去帮我找一个浇花的洒水壶。洒水壶？你相信我，快去。奶奶，没事。还好奶奶没有大问题。好奇怪啊，奶奶她谁都记不住，但刚刚唯独记住了你的名字。这种情况是有，但是极为罕见。我越来越觉得我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，或许你真的能帮到霍家。哎，你先不要太期待哈，阿尔茨海默症不是那么好治愈的，但是我会尽力帮忙。霍总，霍总，老霍董让我把这个给您送过来。中医你会吗？略懂。淫羊藿、地黄、鹿茸片、菟丝、白术、杜仲，干什么用的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的是壮阳，我的是安胎啊。
那个我爸他没事就爱研究这些养生之道。研究的好。那个不是，我还有论文要写，我就先走了哈。你好好补补。X 博士，你知道他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一名医学博士，我每天要看10几篇论文的。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呢，就是引用了 X 博士的论文。我上次不是说要顾及子辰的感受吗？我们这段关系尽可能的久一点。我有个设想，请说。我们之间的协议先延长到5年。5年？嘘，你小点声，我爸还没走远呢。霍北燕，霍总，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真的喜欢上我了？我霍北燕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从来都是直接争取啊，何必弯弯绕绕的？算什么男人啊？你是不是太自恋了？你确定？嗯。好，那我也要增加条件。说说看。我的论文写不完了，我不需要钱，我要海大医学院的整个实验室。行。霍董、霍太太，手续已经办好了，这就是咱们实验室的新名牌。谢谢教授。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才1个晚上就办好了。这就是霍董的办事效率。不过呢，按规矩啊，这挂牌仪式得由您亲自来办。还是学校的空气舒服。从你那个小破出租屋，到往婚房里搬各种实验设备，再到霸占整个医学院的实验室，照你这速度，占领地球指日可待啊，徐博士。那还是要仰仗霍总您呀。不过我一直挺好奇的，你的商业规划逻辑到底是什么？阿尔茨海默症是医学领域最难啃的骨头之一，霍总真金白银的砸下去，就不怕血本无归吗？这件事儿跟利益无关。小时候父母工作忙，都是奶奶照顾我。以前我每次回家，奶奶都会乐乐呵呵在门口等我。可是后来，她渐渐的遗忘。她看着我的眼神，就像看陌生人一样。你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感受。商人一向都逐利，但霍北燕这个人，不管他的外表看起来怎么冷峻，实际上还是很有爱的吧？是，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有一天，一个很爱我的人突然不爱我了，那我应该也会很难过吧？我应该也会想很努力的把这份爱找回来。我就知道，果然是奶奶生日。临时结婚协议，双方基于特殊原因建立婚姻关系，有效期3个月，女方需配合扮演好妻子的身份。
哎，干什么呢？这是给南哥炖的。不是，我看这个火候啊，掌握的很不错。我觉得呀，我很有必要给你来指点指点，品鉴品鉴。我就怕你这个料啊下的不足，儿媳妇都不喜欢。哎，您放心，我的厨艺啊青出于蓝，肯定比您强。哎呦，说的这么肯定啊？那我够给你尝一尝。哎，下回再给您炖。啊。哎呦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抠啊？你就是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爹。南哥，来，哇，补充点能量。你来的也太及时了吧！我刚好饿了。来，佛跳墙，哇，尝尝。哦，好吃哎！你连这个都会做，等你有空了教教我呗。这怎么教啊？我可是很聪明的，只要你告诉我公式，我都能学会。做菜哪有公式啊？也不知道是谁做个菜还跑去看论文，我怕你到时候把厨房都炸了。也有道理哈。那我就接着坐享其成了。吃吧。霍北燕，你昨天还说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你现在天天过来投喂我，你是这样的，因为盯着我们的人很多，这个戏得做足，不然的话，容易前功尽弃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非常忙的，我没有办法去配合你给到这些情绪价值，你会觉得很亏吗？我没让你提供啊，你就安心扮演好你的霍太太身份就行了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吃吧。烦死了，怎么了？还不是我那个后妈，自从知道我嫁进了霍家，就跟那苍蝇似的挥之不去。我跟你说啊，她要是之后带着许英来找你，绝对不能搭理她。放心，我没那么闲。说，哎喂，南哥，我是妈妈呀，你在忙吗？再忙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我就是想问啊，你看啊，你都结婚了，什么时候带霍总回咱们许家吃顿饭呀？之前是谁把我赶出许家的？我不会再回去的。哎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你都结婚了，总是要回门不是？这是礼数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没可能。哎，这完了，飞上枝头了，变凤凰了。别说脏气话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霍家我还能绕不进去？行了嘛，你这段位我都看出来了，你就打打顺风去。你懂什么？我现在是在等待时机。谁呀？你是？您是李婉如阿姨吧？啊，对。我是霍北燕的弟弟，我叫霍子琛。二少爷，哎，快，里面请。哎呦，看看谁来了。二少爷，这是我另一个女儿许音，南哥嫁人之后呀，就她还单着身陪在我身边呢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。哎，您以后叫我子琛就可以了。这个伴手礼是我顺路刚刚买的，我哥最近比较忙，我身为晚辈还是要过来拜访拜访的。子琛呐，你这太客气了，快请坐，请坐啊！快请坐，请坐。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我这刚从国外回来，就听到我哥和我嫂子领证，我还挺吃惊的。哎呀，别提了，南哥这孩子呀，从小性子就毒，连我们都是他领证前2天吧才知道的，是吧，茵茵？啊，对，
这可能就是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吧。缘分这东西确实是妙不可言，但是我哥的性子一直都比较冷漠，他能对嫂子这么上心，说明嫂子一定有她的特别之处吧？那可不。对，哦，对了，不知道听谁提了一嘴，说嫂子这次的博士论文课题特别难，我哥把海大的实验室都给盘下来了。他在学校研究的事情也不怎么跟我们说，明明我跟我妈都看不懂，他每天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妍妍，啊，我不是说这样就不好的意思啊。啊，不会不会，你们两个是姐妹嘛，我跟我哥也经常这样。对，妍妍，别愣着了，给子晨倒点水。啊，好。常人看不懂的课题，也非要神神秘秘吗？许南哥，我开始越来越好奇了。所以最后的结论是，经过第三方实验室验证，这个 X 博士所有的实验数据都能复现，不存在造假的可能性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我也找人了解过，这个 X 博士本人的背景虽然是很神秘的，但他在学术圈的风评可是极佳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调查报告。还是那句话，尽快找到他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老板，你看啊，您投资这个个人实验室呢，我是理解的，对吧？这为了夫人好。但您也没必要把这实验室旁边的这一整栋楼都给他租下来吧？这不看不见人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老板的恋爱脑越来越严重了。少废话，赶紧去安排。马上就去，老板。一会儿我去接你，今天晚上家宴。北燕，公司医药转型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董事会那边的意见我收集完了，有1半人以上不同意转型。那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觉得吧，得找到一个绝对权威的转型计划，才能让所有人信服。所以，我决定找脑科学领域的专家 X 博士合作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没事，你们继续。X 博士，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呀，跟他合作会不会太冒险啊？爸，他或许是治疗奶奶的唯一希望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这种级别的专家，他好像没有必要藏着掖着。你们说他一直不露脸，他不会是个骗子吧？我是觉得啊，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好像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得慎重一些。这南哥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但是我找人背调过 ，X 博士的各项研究成果都是经得起推敲的，而且风评极好。这样吧，南哥，你也是医学博士，等我找到他之后，安排你们见一面，你可以评估他的水平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跟他合作。好呀，你们先聊，我先上去看一下奶奶。好，咱们南哥费心了。南哥要帮奶奶找好医生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可是霍北燕一直在找的 X 博士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治好您的。不过现在我就在想，我怎么能够隐藏自己呢？为什么要藏起来呀？因为我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本人许南哥，今天是2025年12月17日早上8点52分。从今天开始
我将对所谓阿尔茨海默症特效药 NIT33进行药效验证。基于我此前的查证，该药物明显对身体有害，但 NIT33已在海外畅销，获利100亿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揭开这个巨大的谎言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我的生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风险和威胁。我的实验数据和研究资料享有最高级别的安保权限，未经我本人生物特征确认，任何人不得触碰、移动、拷贝，包括你。我的论文写不完了，我不需要钱，我要海大医学院的整个实验室，所以，我将利用博士阶段的学业作为身份掩护，匿名有 X 的身份，将实验进展对外披露，姿势体大，特留存视频为证。如若发生意外，排除一切自杀可能。少奶奶，李婉如女士到访。她来干什么？是来参加家宴的，好像是子晨少爷邀请过来的。霍子晨，我知道了。奶奶，我先去一下哦。给我的吗？好，谢谢奶奶。我很快回来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南哥啊，你现在可是霍家太太了，我们肯定是要来拜访的呀。许家呀，以后有了霍家的帮扶，那肯定是要平步青云的。我是不是霍夫人，跟许家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不是在许家长大的？你跟霍北岩打声招呼。现在项目多难接呀，以后合适的项目就给许家做吧。霍家有自己的合作标准，我不会插手，也没这个权利。霍家的标准，那不得是霍北燕来定啊？再说了，起码也有个弟弟不是？李婉如，我警告你，少打霍子晨的主意。哎呦，亲家母到访了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这就是咱们亲家公霍董本人了啊！哎呀，你看亲家母啊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？多亏了咱们子晨少爷，他有心了。闹了半天是子晨安排的啊，叔，我自己做的决定，也不知道合不合适。合适，合适，太合适了。南哥，那你先招呼着，我去厨房啊安排一下。亲家啊，咱一会儿见啊！打扰了，亲家，打扰了。哎，叔，我帮你。走。许南哥，你可得给我点面子，毕竟你要是不给我面子，就是在给自己找不愉快。这里毕竟是霍家。亲家母啊，你大驾光临，这个寒舍呀，蓬荜生辉，这是霍家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的胃口。请。好，霍总啊，您太客气了。嬷嬷，嬷嬷，您尝尝这个，您身为大家长，平时劳心劳力的，多补补。哎，徐云，来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子晨哥。哎呦，你说子晨这孩子呀，真贴心。不瞒你说呀，南哥这孩子呀命苦，亲妈走得早，他爸把他交到我手里的时候，他才这么一点高。哦，这些年啊，我也确实没少费神，我是既当妈又当爹。别家孩子有的，南哥也得有吧？别家孩子没有的，我想尽办法都得给他弄来。南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想要那条公主裙，妈妈可是跑了3个商场才给你买来的，你自己都忘了吧？你还想穿新裙子啊？以后你妹妹穿剩下的，你随便穿穿就可以了。哎呦妈，你就是对姐姐太好了。我记得姐姐高中住校的时候，妈妈每个周末都会煲好汤让我给姐姐送过去。那有什么呀？只要咱们南哥好，妈妈做什么都是值得的，是吧？别逗了，许南哥，你也配有朋友啊？你以后别在学校给我丢人行吗？零花钱呀，我都转给茵茵了。
他剩多少你就花多少，饿不死你的。以后啊，你少在家里晃，我看见你就烦，晦气。哎呦，这个亲家母的确不容易啊。南哥，以后要……我知道了。好。许家的人物关系，我大学的时候就知道，没想到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。南哥呀，你到底会忍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哥他又知不知道呢？真有意思。可惜呀，我们许家和霍家差得太远。这说的哪里话呀？这以后啊，那就是一家人，有困难有诉求，尽管开口。啊？伯母，以后我们得多多来往。子琛说的对，多多来往，多多来往啊！好嘞，多来往，多来往。快呀，我等着你失控呢，许南哥。看时间，应该快到了吧？哎，你这是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惊喜吗？大家，抱歉啊，我的惊喜只为南哥准备了。霍总，夫人，这些是霍总为您亲手准备的惊喜。第一件，巴黎高定州的第一件藏品；第二件，意大利国宝匠人亲手打造的限量套装；第三件，巴黎最后的珍珠房，闭馆珍藏。还有这里，这是霍总亲自为您打开的时空之廊。这里面的每一件饰品都拥有一件传奇的故事，而现在，他们都期待着和您的再次重逢。哦，对了，霍总还特意叮嘱了，礼物不需要挑选最贵的，而是让每一件都可以在您的身上拥有全新的生命。不过是一纸协议，你还非要当他的护身符吗？能不能别用假戏真做的桥段来恶心我？南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想要那条公主裙，妈妈可是跑了3个商场才给你弄来的，你自己都忘了吧？伯母，您刚刚说南哥小时候想要什么，您都会想方设法的给，这一点晚辈记住了。而且我可以确定的是，从今往后，南哥想要什么，该有什么，我都可以给。我今天想当着父母的面，向南哥提出3点请求。第一，你不要总把自己锁在实验室里，医药领域的很多人才和专家我都认识，你可以多走动走动，交交朋友。那些没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你完全可以不用理会。第二，你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你想要什么？例如想买什么样的衣服，想去什么样的地方，想去哪儿吃饭，完全不用考虑价格。只要你过得舒适明亮，心情自然明亮，而且我愿意为你的好心情付出任何代价，因为你值得。第三，遇到任何让你皱眉的人或事，你不要自己扛着，告诉我，作为你的丈夫，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，让那些让你心烦的人安安静静地从你眼前消失。我愿意为你守住这一份清静。礼服可以晚些再试，来，先吃饭吧。好。好吃。哎，我们就别傻看着了，都动手。亲家母啊，你也这吃。是深海的花椒，来美容的。谢谢谢谢。我
说的够清楚了吧？以后许家跟霍家的往来，台面上会给足他们面子，但那2个人，别再让他们出现在南哥的面前，一次都不可以。清楚了吗？好的，老板。今晚谢谢你了。好，没事。你还挺厉害的嘛。李婉如刚装模作样的撩裙子，你5分钟之内就让沈岩把道具都准备好了。准确来说是3分半。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做到的我不管，我只负责决策，以及履行好对你的承诺。当你的特助还挺累的嘛，还是像我这样好，当老婆好。我是说你应该给沈岩加工资了。放心，心里有数。其实，他今天除了晚宴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件功劳。他追踪到了 X 博士的邮件。虽然吧，他的 IP 地址有3重加密，但我的技术部已经突破了2层，最快明天我就有最终结果了。怎么这么快就查到 IP 地址了？怎么了？我刚才想起来我的论文还没有改完，我先回去改论文了。这里没有。这儿也没有。那份 IP 追踪报告到底放哪儿了？再找不到，后面马上就要回来了。霍总，夫人，这是霍总要的加急文件。哦，放这儿就好。好。怎么这么乱？我帮他收拾收拾。原来还没送到，来得及。霍总好。好，你让那个市场部总监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到。嗨。等会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要写论文吗？我想来找你啊，不行吗？哦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处理点工作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做饭给我吃好不好？我饿了。你今天别工作了好不好？你陪陪我吧。什么声音啊？哎。徐南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太知道，你教教我。
这可是你说的。Tell you that these years have cut me in, but words get stuck behind my teeth like they're afraid of what you'll see. Should I mention all the nights I thought of you, or just pretend I'm passing through? My heart says run, my mouth stays still, just watching you sit down against my will. I walk over, chair pulls out with a scream. Say the only thing my throat can reach. Long time no see. You smile that smile, say yeah, me too. Coffee's cold,哥，技术部门那边给出了新的 IP 地址，是关于……你说的对，那个 X 博士是我们现在集团急需要的战略合作伙伴。对，萝卜牛奶，我觉得萝卜牛奶就特别好，我们晚上就吃萝卜牛奶就好了。哥，牛奶好，我是来送 IP 地址的。啊，这是确认的最终版本。还有一份。这个 X 博士，你真的是为了找他合作吗？剧组倾注了医学大咖，居然在南太平洋的无人荒岛，还荒野大沙漠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眼就是假的呀！害我这么慌，搞半天第3道防火墙根本没攻破，感恩吉他。假的？南哥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去啊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晚餐我好像也可以自己吃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嗨，他那个，夫人，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啊。没什么事儿。那我可是看您的脸可是红透了呀。哦，我是今天腮红打得太红了。哎呀，都懂，情趣，浪漫。哎，不过您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哎，你快去忙你的去吧。没什么好忙的呀，这霍总交代我的事情，我可都是完成的明明白白的啊。你看，我就拿查找 X 博士那件事情来说吧，我沈某沈特助那可是出了大力的吧？你出了大力了。我就是我。我真要替他谢谢你哦，你真棒。我是哪里得罪夫人了吗？哎，夫人，哎，
这份真正的 IP 报告在我手里，这样眼前最大的疑点就只有我一个人知情了。可为什么 X 博士去年的一篇论文会显示在海大呢？许南哥难道认识这个 X 博士？哥，你和许南哥似乎都有秘密啊。子晨，哥，子晨，有心事啊？没有。我真没事儿，要有心事儿也是你有吧？你每天那么忙。嗨，我忙习惯了。哥，你每天这么忙，也不找人说说话什么的，咱俩以前可是无话不谈啊。那你不是出国了吗？我出国了，你就没有其他朋友可以聊聊天了？成年人嘛，哪有那么多需要倾诉的情绪啊？哥，我可没你那么坚强。子晨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是……哥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就别旧事重提了。我这不是刚回国嘛，接手公司的事情不太顺利，可我又是所谓的二少爷，早晚的二把手，我怕丢我霍家的人。我懂，心里有委屈，但不想太明显，显得自己很孱弱。那你可以试试我的办法，找奶奶聊聊。奶奶？先别说她能不能开导我了，我说话她都听不明白。其实啊，有时候有个好的倾听者，就已经足够了。知道。那别太晚啊，早点回去。好的，哥。奶奶，您从小就偏袒我哥，这些我都能理解，谁让他优秀呢？可他现在连和许南哥一起耍我，总不能还是我的错吧？您可一定要评评理啊！奶奶，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，哪怕就这一次呢。许南哥和 X 博士一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哥哥，你就这么着急的找这个 X 博士，也非常不对劲。我有着很明确的预感 ，X 博士是我最重要的突破口。哥，既然你不喜欢和别人分享你的心思，那就和奶奶多说说话吧，我等着。老板，这是技术部门最新整理的关于 X 博士的材料，我给您放在这儿啊。哎，谁呀？怎么了，老板？帮我订一家餐厅，庆祝我和南哥协议满月，找个安静点的地方，他不喜欢吵闹。这也能喝起来满月酒啊？好嘞，这就去办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那既然是满月酒的话，咱们要不要给人家准备个礼物什么的？高光时刻，每次都让给你啊！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的，老板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我突然又想起来，那个叶欣最近回国了。叶欣，他回来做什么呀？
哎，老板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只不过这个叶欣吧，他常年定居国外，那肯定认识很多学术界的人啊。咱们要不要托他帮忙打听打听这个 X 博士？以后少提这个人。虽然他是合伙人，但毕竟我和他有过婚约。放心，绝对不会让南哥嫂子难堪的。既然决定了以 X 博士的身份站出来，我就不应该把他或是任何人牵扯进来。只要研究结束，论文发布，联合医药垮台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要一击击垮联合医药和 NIT33的学术伪装，把完整的证据链直接送到国家监管部门。今天我们去外面吃，我去接你，我订了餐厅。我今天的妆还不对称吗？那个，你先别离我太近。你躲着我干嘛？我没有躲着你啊。没有吗？别，这里是在学校。学校怎么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不是你让我看你妆容对不对称的吗？那对称吗？妆容好看，衣服也好看。终于知道说句好听的话。这身衣服，我以为你不会穿呢。那我得有契约精神。我得努力扮好霍太太的角色。谁呀？来，老板。来。叶家大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有话直说吧，不是我有求于你，今天是你主动约我要去合作的。前情提要，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讲的足够多了。你确定你哥和那个叫许南柯的女人是假婚？我家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不结婚，我哥就拿不到全部的商业权限。只不过他这一出，彻底毁了我的感情。说说你的计划。计划咱们可以商量着来，我只是觉得，霍家的女主人，还是你比较合适。
可是我跟霍北燕的婚约半年前就已经彻底取消了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会提前做好一切准备，彻底把水搅浑，为你的归来扫清障碍，铺平道路。没有真正有价值的信息，别指望我会下手。信息我会留意的，不过最有价值的，不是我的态度吗？老婆，请坐。不是，请慢用。我看这里没有人盯梢啊，你刚那么一叫吓我一跳。这就是今天的核心议题。正所谓隔墙有耳，我觉得吧，得增加一条补充条款。平时我们要时时刻刻保证以夫妻的关系相互称呼和相处。资本家又在协议里面乱加条款。那补充条款也是条款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赶紧吃饭吧，我现在真的好饿，我倒要看看这家店有没有你做的好吃。先生，你是？谢谢。来一个五珍菌拌水晶鸡丝，金汤花椒瑶柱羹，当归红枣未央南。好，你稍等。咱们大白天要吃这么补啊？北燕啊，药膳食谱你得严格照着吃。年轻人忙归忙，也要多注意调理身体，早点为霍家开枝散叶啊。你学你爸倒是学的挺像。哎，谁爸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咱爸，咱爸可以了吧？这个送给你。这是纪念我们认识1个月的礼物。